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矗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，说再见吧，昨天，坚强面对，勇敢地去绽放。张总，朱总说他马上就到。好，哎，让那个乔娜把这个月工作计划给我。好的。张总，您的工作计划来了。乔娜，2杯咖啡。你小子今天这么闲呢？我过来看看你这公子哥过着多么惬意的生活呀！怎么样？不错。张总，你要的咖啡。没给你放糖。好，谢谢。非常感谢。我介绍一下，我好哥们儿刘一鸣，这是我秘书乔娜。我知道。你好，你好。早有耳闻。大明星果然是不一样啊！请坐，请坐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好。工作报告。干嘛呀？哎，我说你妈挺像样啊，这女秘书都给你找的那么养眼的。工作关系。工作关系，真没其他关系。妙。你别胡说啊，让人误会。怎么会误会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依我这么多年的感情经历，这姑娘肯定喜欢你。你看啊，在没有看到你之前，那眼神是平静如水啊。自从看到了张总以后，这秋波连连呀。哎，我说你们学表演的怎么都这样啊？说真的啊，一鸣，你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怎么我这次回来，是人都见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？你们是不是特不想让我在海州待着呀？哎，我可希望你能一直留下来啊。虽然海州这个地方不大，也没那么繁华，可毕竟你的亲人、家人、朋友都在，你也不用那么累。其实有的时候我都觉得，我比梦妮更了解你。别让自己那么累，啊！其实这次我决定留下来，可是梦妮不同意啊。她觉得我留在海州，她是在拖累我。她会吗？不会啊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一鸣，你觉得你要不要把你在北京生活的情况和梦妮聊一聊？我不要，我不想梦妮对我和对北京这4年所有美好的憧憬都破坏掉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人从小到大都没什么纠结过。哪是像我兄弟你呀，自从毕了业以后就当了老总，喝着咖啡，坐在这么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多幸福！有吗？你觉得我
这个年纪，这个资历，能坐稳那把椅子，容易啊？想得美！张总，朱总已经到楼下了。啊，好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就一个客户，1个小时，你等我一下啊。那边是我们的前台。哎，你去问问是从海州出来的演员吗？先生，你好，请问你是从海州出来的演员吗？是啊，我们朱总这时候见过您吗？没错，海州之星刘一鸣，当时报纸上就是这个标题，紧接着就播了你的那个戏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演的那个黑子演的可是真好啊！最后被老大打死之前，你那个眼神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看了真是心里非常的酸呀。老名片。您好，这是我们朱总的名片。你好，朱总，叫我朱哥就好了。手机给我，能把你电话给我打过来吗？好啊。有了，大明星啊！哎，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饭啊。好。朱总，我们张总在会议室等你，我带你先上去。好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好嘞。刘先生，我等会过来找你，你先带周总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抱歉，朱总，来晚了。没事。最近啊，公司接了个项目，给恒安集团一个叫7度空间的品牌做策划。这女孩子的东西啊，我是实在不懂。张总一看就比较忙啊。哎，等你什么时候闲下来，我约你出去打打球，你呢也好放松放松你自己。好啊。哎，刚才我来的时候啊，在楼梯口碰到那个从海州出去的那个演员，叫刘一鸣，他也是来找你的呀。那是我发小啊。哟，难怪呢。你们看看啊，咱们海州最有前途的2个年轻人，居然是发小，这叫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也叫做自古英雄出少年。过奖了您。张总，你看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成就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还在给别人当小弟呢。这不是时代不同了吗？是，还有那个刘一鸣，那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哎，他拍一部戏最少也能赚个几十万吧？这我还真没问过。朱总，您这次来主要是啊，当然是有事要请张总帮忙了。您说，我这个人啊，一直都很相信缘分2个字。谢谢。哎呦，朱总，这可都是电视剧里的1线大明星啊！哎，这合照的是啊，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前几天我们一块吃饭啊，他就把这些和明星的合影给我看了，我一问才知道他已经开始影视投资了，真没想到啊！我跟你说，一个以前卖咸鱼的人，居然现在成了出品人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他居然赚钱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哈，以前这些明星想见我们是见不着的，他现在一个电话就能全叫出来吃饭，哎，而且这个钱赚的是又快又多。哎，张总，有没有兴趣？咱们也合作，一起搞影视啊？现在的问题是啊，我们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业务。哎，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呀？你给我讲讲。我觉得啊，首先不难，但是要看他想投电视剧还是电影。这个他没说，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是这么觉得，这2年电影市场看似很繁荣，但我觉得赚钱的就那么几个片儿，大制作，要不然小成本偶尔能出来几匹黑马。我觉得你看咱80、90后啊，这些孩子都是看美国大片长大的，你做商业片他们肯定不看，那文艺片呢？他看懂了说你没内容，看不懂说你唯利是图。电视剧呢？我觉得电视剧相对来说靠谱一点，最起码风险小一点。
你看，老百姓他看电视剧不花钱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好片子，老百姓就肯定买账。你第一步做好了以后，我觉得接下来广告都来了。电视剧怎么做？找个制作公司，一定要有制作许可证。咱先立个项，然后找编剧传个剧本，接下来找好导演、好的演员。那我们投入进去的钱怎么赚回成本？靠卖片啊！你想想，现在国内那么多家卫视，只要3点：好剧本、好导演，还有好的卡司阵容。我卖完了卫视1轮，卖地方2轮，而且现在海外发行不错，东南亚、韩国、日本都喜欢买咱中国的片子。可问题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些项目里没有这个业务啊。可以报批啊，以你们家的财政实力，没有问题。增加项目并不难，关键是你想不想做。我倒是挺想试试的，因为毕竟一鸣还是挺在行的嘛。你跟一鸣认识也很久了，如果你觉得他真有这个实力的话，交给他做吧。不过，你别忘了你妈妈跟你说过的，投资这个事情啊，要懂得见好就收。经商是要靠朋友的，但是如果一味的只讲朋友，那是经不了商的。如果这一次支衡不做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去找那个朱总。只要这个资金一到，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最优秀的编剧团队。你又不认识，去哪找啊？你不知道，在这一行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有钱，什么事儿都能搞定。到时候啊，只要这个剧本一搞定了以后，我就可以找一个特别牛的导演来导，我可以做独立制片人。独立制片人？到时候如果这个戏卖得好，我就可以在海州成立一家影视公司，叫一梦一真影视公司，怎么样？不错。你夸夸我呀？哪有逼着别人夸自己的？要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太有才了，太棒了。到时候只要我的公司在海州立足以后，我们就将魔爪伸向全国。我要把全国那几家大公司全都给它吞并了。以后啊，咱1年也不多投，就投它10几20部戏。到时候我想演哪一部就演哪一部，想演哪一个角色我就演哪一个角色。我呀，还要请一个顶尖的女编剧为你量身打造一部传奇女人巨制。到时候咱也来一个4家卫视联播，这个戏你是绝对女主角，只有你一个人有台词，别人半句都没有，最多我只让她露半张脸。那我一个人怎么演呀？我是绝对男主角啊！小姐，只要你称我做爱人，我便可以重新命名，从此再不叫 Romeo。那你为什么来到这儿？院墙这么高。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越了围墙，石头砌成的围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燕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像一首诗一样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我要让我们家妮儿永远绽放在最耀眼的地方。最耀眼的地方，花都晒蔫了。不会。会。来。哎，怎么着，张总，想好了没啊？你要再不想好，我就直接找朱总。我正在考虑，你可以先给朱总打个电话试试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挂，这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朱总打过来。喂，朱总，是大明星刘一鸣吧？我是一鸣啊。哎，晚上能不能闪个光，我们一起吃个饭？一个是海州的商务天才，一个呢是海州的表演天才。
朱某真是非常高兴能结识2位青年才俊。一鸣，朱总在海州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，那想当年也是叱咤风云啊。哟，是吗？朱总，要不您给我们讲讲，也激励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。叱咤风云谈不上，当年我在海州呢，也就是街边的一个小混混而已，跟你们现在那可是没法比哦。他们这帮搞艺术的呀，就喜欢听别人讲故事。我跟你说，你不懂。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要想提高艺术，一定要多一点生活的积累体验。我在卖货，没玩游戏。我妈要来。咱妈要来啊？哎，咱妈来好啊，什么时候来？我妈来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丑女婿终于可以见丈母娘了嘛！媳妇儿，你说我要不要去买几身衣服？买什么衣服？正规点的，我怕咱妈不适应。你买一套古装，正好能穿越。你看，你觉得合适我就不买了呗。不合适。我说衣服不合适，是人不合适。我跟你说，我妈来的话，不能让她知道我有你这么个男朋友。为什么呀？哎，虽说我没有帅到天怒人怨吧，但作为一个正常的男青年来说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。关键是我妈的审美不太顺畅。你妈喜欢老弱病残？你妈才喜欢老弱病残呢。你说的。我妈喜欢有钱、有权、有能耐。你说老点儿、胖点儿、矮点儿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问题来了，你说的这些都不是我现在可以解决的。所以我们俩的麻烦也来了。那你妈什么时候来？明天。哎，我多聪明啊！我说我最近工作特别忙，而且没有住的地方，等我安顿好以后再把她接过来。不过以我妈急脾气的性格，估计拖不了2天，她自己就过来了。到时候我让你爽就爽哦。你妈有你说的那么恐怖吗？你现在有2件事情要做。第一件事情，赶紧出去给我找个工作，而且必须得是特像样的。第2点，把你这些囤货赶紧都给我卖出去，不然你逃跑的时候，你连行李你都带不走。我有一双皮。你这只乌鸦呀，分外黑。老何，你到底是帮不帮？瞎叫什么啊？弄得我有多老似的。小何，别弄得我有多嫩似的。不是，那我叫你什么呀？以前都叫什么来着？怎么全给忘了？听见何妈妈的声儿，也不知道叫一声。嘘，那个小点声嘛。我跟你说，我妈就住我隔壁。你要让我妈知道我又多了一个妈，非得跟我爸打起来。笑什么呀？我问你，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哟，这么横，不帮。何妈妈，何姥姥。行了行了，不就一个策划案吗？对呀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我就姑且答应你。谢了啊，高姐。这件事情啊，好是好，哎，可是我做不了主啊。丁老师，你还做不了主？嗨，我是一副院长，要成就这个项目呢，哎呀，那还得院长亲自批示，之前呢还得在院会上讨论什么的。哎呦喂，啊，咱们这样啊。这拍电视剧的事儿，我不好在会上说大白话，是吧？你呢，写一份像样的报告，我到时候念给他们听。你要把这个项目的目的、意义、主要内容，还有实施方法、具体流程什么的。哦，对了，关键是这个资金来源，这个很重要，你都得写出来。那个丁老师，这真的是我写，还是我替您写？那当然是你写了，
不是，你替我写。我跟你说，一鸣，拍电视剧这事儿，我还真不大懂。那它不是拍话剧，要是拍话剧，那肯定是我写，我还怕你写的不好呢。啊，成，这样，丁老师，您把您所需要的重点的几个地方，您告诉我，我给他记下来。行，那好，什么？你没事吧你？又让我写？寇姐，我说您能小点声吗？你听我说呀，咱们这儿呢是个小地方，不管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打个报告。我跟你说，就连我们这儿大款都小鼻子小眼儿，您呢就多担待点。多新鲜呐！谁没事愿意拿自己钱打水漂玩？是，我懂。哎，但你没听说吗？咱学校有一个戏文系的一个师哥呀，毕业了以后在家闷了3月，写了一部巨牛的剧本，然后怎么着，人制作公司就给买了，制作出来了，现在那戏都快播了。拜托，人家那是什么公司啊？有钱有资信有发行渠道，你拿什么跟别人比啊？何老师，您教育的是。那这样，我找你帮忙啊，不是说我写不了，是我写不好。我是表演系毕业的，那你呢？你现在不读制片管理的研究生吗？你比我懂啊，您就提携提携我。行，拉你是没有问题，我已经帮你想好出路了。北京呢，肯定比海州要强，所以立刻现在回北京。我不，我坚决不。我告诉你，寇姐啊，你别想剥夺我做老板的权利，我有一天一定会跟你一起平起平坐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行，你想做老板是吧？那刘老板，你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先找一个助理呢？那这儿就现成的有一位制片管理系研究生，工作能力强，好合作，最重要的是费用还不高，只要把戏做成了，提成就行。你看行不？行啊，就这样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帮我打工。那这一次开始，你写1000字，我给你1000人民币，怎么样？行了，寇姐 ，Thank you。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有这么一手。这报告写的又清楚又漂亮，你比乔娜强多了。多谢张总鼓励。哎，这是你写的吗？跟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昨天晚上写到大半夜，凌晨2点半。行，那我就踏实了。你怎么感谢我？那你要我怎么感谢你啊？这样，你把我这光荣事迹啊，都写在你妈咪的周记里。对啊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啊，看看啊，怎么写？哎，我告诉你怎么写。这不是刚毕业吗？得有个适应的过程，慢慢都会好的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要像你呀，那么幸运就好了，家在海州，而且还有一个那么优秀的男朋友。哎，你家刘一鸣又回北京了？他呀，可能暂时不回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其实只要资金一到位，我们这个项目立马就可以启动。好像跟张志鹏在合作个什么事儿，这几天特别忙，我跟他都说不了几句话。干大事的人一般都忙，你看我们家小海还天天闲呢，他能忙起来我就高兴死了。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吧？你跟你家刘一鸣说一说，给我找一个奇葩呗。哎呀，你不是在剧院上班呢吗？怎么能拍戏啊？我们那剧院每天太阳还没落山呢，我就已经睡了，太阳都高高挂起了，我才起床，闲死我。
也跟你一样吗？天天闲着没事干。咱俩怎么能一样啊？啊，你天天因为茶、盐、米、油操个心吗？而且现在是我妈要来了。哎，不然我跟她说我特忙，没时间见她吧。你妈没这么吓人吧？你是没见过我吗？我妈要知道我现在这么闲，浪费我美好的青春。哎呀，那肯定拉着我去相亲，就当为了我救救我们家小光海，就跟你们家刘一鸣说一声不好。行，我跟他说行了吧？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啊，他现在有没有剧组的消息？说就行，说了就行。哎，还干活呢，赶紧坐着。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是替女朋友买的吧？啊，您看一下她需要哪一款的呢？是要日用的还是夜用的？有区别吗？当然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您啊买个全套的，里边什么都有了，而且刚好我们现在在做促销，这款7度空间的那个公主系列新款上市。明哥，这冰冰在剧院没什么事儿干，你可不可以帮他找个戏拍啊？金明儿，你长大嘴瘦干嘛呀？我不怕苦。成，我都帮你留意一下。不过我提前跟你们说一下，这剧组跟你们两个想象的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剧组有那么可怕吗？有的时候确实挺恐怖的。这你要是个腕儿吧，天天吃好的、喝好的、住好的，怎么着都行。你要是个小演员，更别说你们这学历了，就连我们学校的，进了剧组都得装孙子啊！不信是吧？我们班有个同学，我大学最好的一哥们儿，条件不错，签了一戏，总共就那么20场戏，拍了3月。他负责什么呀？人家大腕有事拍不了的时候，他负责插空，就这么拍，就这样辛辛苦苦赚了3个月的钱，全给副导演。那也挺好的。我不在乎钱，能当演员就行。我这傻逼妹啊！饿死我了，妮儿！啊，快给我拿点吃的，大哥。三弟，你吃什么呀？吃的是不是在厨房？我去厨房拿去啊。哎，媳妇儿，你也在这儿呢，媳妇儿。工作找着了吗？我接电话啊。哎，喂，我去帮你拿面包。大哥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工作现在特别难找，特别难找。不信你问大哥，大哥肯定知道。干什么不行，吃什么都行。媳妇儿，我已经很努力了啊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要火焰吗？娘，老大最近忙什么呢？哦，他好像在投资个什么电视剧。拍戏啊，缺不缺人？缺人的话我可以去，我不在乎钱，有活干就行。我在乎钱，媳妇儿，你不是这么势利的人啊。我是向钱看齐的人。妮儿，啊，行，你要不问问他？好。爸，哪来这么多人啊？爸，太急了。哎，我说谁啊？
病情在加重，孟先生体质会比别人差，以后最好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。你爸睡了？你知道小时候我为什么想学钢琴吗？就是因为我爸给我弹了一首《大海故乡》，我觉得特好听。等我拿了9级，我爸还是只会那一首。可是现在，他连自己最熟的都已经弹不下来了。说不定到了孟叔这把年纪，还不如他。我不许你老糊涂。妮儿，你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以后啊，我想我们在一个幽静的小树林里，有一个小木屋，有我们的小房子。小木屋外面呢有我们的花园，我们白天可以一起浇浇花、种种菜，下午的时候一起可以看夕阳落下。俗。为什么？你现在走到大街上，问问所有的人，我估计跟你回答的都差不多。哼。不过俗点没什么不好的，也许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一句废话。如果永远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那该多好。我也只能这么想，只希望我爸的病发展的没那么快。多陪陪他，我争取每天都会过来看你。按一鸣说的呢，我们就可以先从剧本开始，然后一鸣做制片人，然后等剧本形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找导演，然后包制作、包发行。志恒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你现在做的可不是咨询的事儿啊。我知道，我们以前在公司呢做的都是帮别人策划，帮别人出主意，自己呢很少去参与到实际的操作里面去。我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检查一下自己的操作能力。哎，志豪，这件事情如果交给电视台做，会不会更好一些？这个事情我和一鸣也商量过，有利有弊。要是电视台参与进来的话，那就成为了官方的行为，我们的话语权就……听明白了，想自己做是不是？稳妥吗？我觉得不妨让儿子锻炼锻炼。有一点你要记住啊，必须是你全权负责，不能什么都交给刘一鸣，毕竟他不是生意人。啊，还有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，马上叫停，绝不能犹豫。没错，做朋友和做生意是两回事情，一定要分清楚彼此的责任和权利，要相互的监督，更为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。我会和他签一份合同，他执行，我监督。好，想好了就去做。还有，每星期要写一份工作报告给妈妈啊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来。哟，这不是卖身契吗？你签不签吧？哎，你还是仔细的读一读吧，免得日后说我坑你。就算你坑我，兄弟我也签。
欢迎加盟。张总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您的员工。臭贫。走了啊。好。哎，小刘，回头写一份风险评估报告，交给我。是，张总。No way， 这次我是绝对的不会写了。最后一次。几个最后一次啦？少给我装可怜了，不会写。你别呀，抠姐，这正所谓是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朋友帮一帮，大家都吃香啊。少给我来这套！告诉你，本秘书这次是真的不会写了。蜜呀，你说说这天底下，你抠姐要是再不帮我，还谁能够拯救我刘一鸣？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蜜呀，你是我的蜜呀！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的苦党黄连呢？儿子，哎妈，教你几遍了，你赶快下去吃饭去吧啊！我马上，这不跟我同学说点事儿吗？哎，阿姨好。哦，你好，你是一鸣的同学吧？我是他的蜜。蜜。闺蜜，我们班的闺蜜同学。哦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阿姨。他不吃饭啊？我早都做好饭了，我让我儿子吃饭去啊。下去吃饭去啊。说两句啊。那我就不能请你吃饭了啊。是阿姨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尝尝您的手艺。拜拜，再见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抠姐，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上辈子你欠我的所有的事，咱们一笔勾销了。等我开了公司，我给你股份，然后呢，你不用来上班，我给你年年分红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呀，我说刘老板啊，你真的很会忽悠人，我也真的很想分到你的分红，但是真的不好意思，本大小姐是真的不会写了。我不管你能帮还是不能帮，你一定要帮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大姐，小点声。又睡觉了。老年痴呆都这么爱睡觉呀？他精神状态不好，能不睡吗？你都快长绿苔了吧？那能怎么办呀？大夫都说了，最好别离开人。那你以后怎么办呀？天天在家里待着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还好现在刘一鸣回来了，不然你俩不成流浪之女了。你可别提了，这事儿我总觉得是我连累他。我觉得刘一鸣现在做的挺好的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你家刘一鸣拍戏的时候记得带着我。他8字还没一撇。你怎么答应去了？他忙活呢，不让我跟你进，我麻烦我去。行，就你厉害。我倒是希望他能早点带着你拍戏，这样一鸣哥才算真的做成了。你怎么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？不是对他没信心，你要说拍戏的话，我对他有200个信心。可是你说现在这事儿，我又不懂，他我也不知道懂多少。反正这事儿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用这么辛苦的从头开始。